台中一个19岁女大学生骑机车载妹妹要转去，结果骑到太平的光兴路失控，追撞到头前的女骑士，女大学生摔倒在地，撞到头壳往生路。妹妹甲女骑士拢轻伤。警方调查发现，3个人拢是同一间高中的学姐学妹。女大学生是去年高中毕业去读大学。因为这对姊妹也是中介收入户，老师甲学生已经发起着募款，要协助家属渡难关。画面中，这个骑士直行，向去后后壁相在奥多拜对撞，3个人摔做一伙。安全部甲鞋啊拢落伫涂骹，车路拢是毁遮。台中太平区光兴路，昨下晡发生着2台奥多拜对撞车祸，3个人着伤送病院。其中一个骑奥多拜19岁姓朱的女大学生，伫现场都已经无开。后面还撞到玻璃，然后他在滑行的同时，好像很大力的动作就是驾驶者好像在做 CPR。女大学生摔车时，头壳去弄到路边的何志祥，送病院了后救无活。警方调监视器，发现当时白色的小货车减速，敢若是要正关。生气查囡仔也对咧减速，沿个后壁这个女大学生，敢若是被互动，弄到人的车尾。小货车驾驶欲右转进入巷内时，右后方朱姓女骑士不慎追撞前方邱姓女骑士。女大学生后壁在小妹18岁，甲头前轰动18岁生气查囡仔，拢是太平知名高中的学生，因两个拢无安怎。验过车祸死亡的女大学生是周边去年毕业的校友。车祸发生后，老师第一时间赶来现场，发现是家己教过学生啊。幼保科去年毕业的，这已经是中台科技大学的学生，在急救，妈妈跟爸爸是跪在地上，老师在外面是哭到不行，因为曾经带过3年，他在他面前回去了。发生意外，学校的老师甲学生啊，拢真艰苦，因为这对姐妹啊，因兜是中介收入户。已经发起募款，要协助阿姐送终甲小妹送病院费用，希望协助家属渡过难关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